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我们要来进入罗马书第7天的共读。今天早上我们要请素鸾执事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赐下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在这个充满期待又温馨的待降节期，赐给我们众弟兄姐妹努力传福音的心志，成为合神心意的人。每日透过圣经的共读、牧师的讲解，领受圣经的教导，我们要将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中，遵守上帝的话语命令，真正的去实践实行，成为一个里外合一的基督徒。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好，谢谢。我们罗马书强调了就是神的公义。我们在第二段就是神在罪恶上的公义，从1章18节到3章20节。那我们已经进入到第2章，左边特别提到的就是世人都被定了罪，那甚至连自以为这个不是在罪中的这些道德家，那他们也有罪。那特别这些所谓的道德家，就是以道德自夸的人，包括了犹太人、希腊人，甚至罗马人。而这些道德家，他们呢依靠的呢就是犹太人依靠的是摩西的律法，他们想说能够在神面前称为义。希腊哲学家依靠这些希腊哲学家依靠就是他们的希腊思想、希腊哲学，他们在追求这个形上学，不追求这个地上物质，但是他们以为透过这样智慧可以得救，也会被定为罪，最后也将被神定为有罪。还有罗马人依靠他们的罗马法律，依靠他们的这个罗马的这些的所定的法，他们也以为他们就可以是一个最公正的法令，但是也在上帝面前被定为有罪。所以上帝呢在上帝面前怎么样才是能够脱离罪，不再被定为有罪？那这也是保罗在罗马书当中要提出来的。因为讲到论断评断人，最后也要被上帝所评断，而定了的罪最终也逃不过上帝的审判。而要怎么样能够逃脱，就是要看每一个人的行为，而这行为跟他的信心有关，跟他与神的关系有关。所以保罗其实在第2章已经在提出来，就是只要追第7节，恒心行善，追求从上帝来的尊贵荣耀和不朽的生命，这样的人，上帝将以永恒的生命赐给他们。而行善的人，他要赐给他们尊贵荣耀和平安，先是犹太人，然后是外邦人。所以这一段话就是在1章16节，这个神的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外邦人。那所以犹太人他们应该要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而不再是依靠摩西的律法来得救。所以律法，我们看到这些的文字，其实就是保罗在罗马书从2章今天要读的经文开始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字哦。好，那一直到罗马书的后面第10章都还会继续以这个律法当作主题哦。好，那我们就来读今天的经文从2章12节到2章16节，请素鸾执事带我们来读。而12节，外邦人没有摩西的法律，他们犯罪就不在法律下灭亡。犹太人有法律，他们犯罪就按照法律受审判。因为上帝宣判为无罪的，不是单听法律的人，而是实行法律的人。外邦人没有法律，但是当他们本着本性
做了合乎法律的事，他们就是自己的法律。虽然他们并没有法律，他们的行为显明了法律的要求是写在他们心里的，他们的良知也证明这是对的，因为他们的思想有时候谴责自己，有时候为自己辩护。16节，所以按照我所传的福音，上帝在末日要借着基督耶稣，针对人心中的隐秘实行审判。好，谢谢。那在一节讲到11节讲到说，神并不偏待人哦。那这个不偏待人，就是神不是按着外貌，或是按着外在，或是按着外加的条件好来审判。那神要审判人的内心。那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神是看内心。而这内心的形成呢，好，那跟律法，好，那现在中译本翻成法律，好，那有息息相关。好，那这外邦人提到了律法，那这件事情呢，保罗做了2个对照，一个是犹太人所遵从的摩西的律法，好，那在当时就是创出利民申，好，那这都是摩西5经。那外邦人呢，他们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那这个差别在什么地方？那差别就是外邦人，那指的就是指这个希腊的哲学家，或是罗马帝国用罗马的律法。好，那这罗马帝国的律法也是传承从巴比伦、波斯，好，那一路传承下来。我们从但以理书可以看到这些的律法呢，好，奠定的时候呢，好，就是非常的严格，好，甚至呢决定生杀大权。所以像但以理在狮子坑也是因为触犯了律法，被定为有罪，他就必须得死。所以律法在世界上的定位呢，跟人的生死存亡有很大的关系。摩西的那这里讲到呢前面第2章的前半段都用你好你，但现在呢变成他们，好，所以从12节到16节，这个他们到明天17节之后呢，又会变成回来你，好你，所以这是12到16节，好，是在这第2章当中抽出来的一段，好，那特别讲到了对照，好，就是这些集体的对象，那这些他们指的就是外邦人，外邦人没有摩西律法，好，所以这里讲到的我把这用颜色圈起来，就是这一段呢在讲没有律法的外邦人，他们怎么样怎么变成罪人的。犹太人有法律，所以他们犯罪就按照法律受审判，而这法律指的就是指摩西的律法，就是不遵守摩西的律法，上帝所颁布的就要接受神的审判。而上帝宣判为无罪的，在犹太人当中，不是只有听法律的人，而是实行法律的人。所以在旧约当中能够像亚伯拉罕，那甚至他连摩西律法都还没有颁布以前，他就跟上帝有和谐美好的关系，他就被上帝宣判，上帝要拣选他。那这在摩西律法以前，那他怎么样实行法律其实所代表就是实行摩西律法，实行神的话，而这一切呢最后以他的最终的成果。那像雅各和他的哥哥以扫，或是在约瑟和他的哥哥们，那这些做对照，就是遵行上帝的话，就是前面第7节，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就有永生报偿他们，就是他们一路跟随着神，那他们呢就不受神的审判，神就称他们为义那这一节呢，这个字呢，在现代中文译本没有用这个字现代中文译本是用上帝宣判为无罪，宣判为无罪。好，但是称义这个字呢，也是罗马书很重要的这个字。好，在和本是用称义，不是听律法的为义，而是行律法的称义
好，那称义这个字呢，从第2章开始出现之后呢，在第3章、第4章、第5章，好，会有非常密集的讨论。好，那一路到第10章，那所以律法好对照的就是称义。那在罗马书当中，保罗要处理的就是不论是犹太人律法、希腊人的哲学，或是罗马人的法律，其实都好像对当时的人觉得这是他们得救的法宝。但是保罗说，这一切都不是最终得救的法宝。最终得救的法宝是相信耶稣基督要拯救人，救人的罪，能够使人离开罪的身份，那这才是真正称为义的关键。而14节呢到16节讲到是外邦人，他们没有摩西律法，那他们怎么办呢？他们没有听过这个创出利民生，他们没有听过亚伯拉罕，那他们怎么办呢？但是保罗说，即便他们生在一个非犹太人的世界，外邦人的世界，就好像今天不是活在基督教的家庭当中来出生，今天不是在教会里面来长大，那怎么办？这些外邦人他们没有法律，但是当他们本着天性做了合乎法律的事，那这合乎法律呢，指的就是合乎圣经当中上帝的原则。那这就是这个圣灵的果子，加拉太书所说的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禁止就是说，这些事情本来就是上帝放在世界上普遍的世界当中，让人来遵行。特别是在哪里呢？本着天性本着天性14节。那这本着天性呢，和本说外邦人顺着本性。那这个在1章26节的时候就有提到，说神任凭人放纵可羞耻的情欲，女人把自然的顺性，就自然关系变成逆性的。那这就是同样这个字，就是讲到在人的上帝给人的本性当中，就有上帝的一把尺在人的心中。那讲到外邦人，他们就是自己的法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所以自己指的说他们的本性，就是不是说他的这个自我意识，而是人的本性当中就会对应出神的律法的基本的原则。所以他们的行为，那15节强调了他们显明律法的功用刻在心里所以透过他们的行为，因为心里所想的嘴里就说出来，嘴里所说的他的手脚就行动就会实行出来。他们的行为显明法律的要求是写在他们心里面。所以保罗呢，在这里罗马书提到犹太人的律法，摩西的5经，对照希腊人、外邦人，这些还没有受割礼的外邦人，就是今天还没有受洗在教会以外的人，但是都有一个追求心，追求良善的心。所以这是从历史上历世历代以来，我们看到并不是只有基督徒才会行善，非基督徒外邦人，这个希腊人、罗马人，他们也会追求行善，也要追求真善美，特别是希腊的哲学家，他们也在追求的是真理，追求的是良善，追求的是更美的境界，而都在他们从心里面他们去发掘，而他们的良知也证明这是对的。所以这里讲到的这个良知，讲到就是他们的这个本性，讲到他们的本性，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意念呢，来证明他们所要追求的是对的。所以因为他们的思想有时候谴责自己，有时候为自己辩护所以有时候他们会自责，有时候呢他们会起来辩论，而这样的过程呢，其实就是和本说是非之心，就是他们有是跟非，就是对任何事情的自觉，有一种道德良知。那他们会在这样的彼此的左右衡量当中，好像在拿捏当中，那会找出一个接近于趋近于上帝的律法，就是是非之心，是非之心。所以
最后一节，保罗说：“按照我所传的福音，上帝要在末日借着基督耶稣，针对人心中的隐秘实行审判。”所以从前面14节到16节，外邦人没有律法，但是他们顺着自己的本性，他们成就可以在自己的身上，在自己的心，特别是从心中，从他们的思想当中，然后呢，跟他们的行为跟良知，那他们就可以证明，可以看出神的道。而保罗传的这样的福音呢，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普世都能够接受的。即便虽然是从犹太人当中所出来，但是耶稣基督这样的启示呢，是来自于神，而最后要将人心中的隐秘实行审判，最终要成为审判的原则。所以在这里讲到了，让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启示可以大概分成2种，一种叫普遍启示。诗篇19篇1到4节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就是上帝透过他的创造，就可以让人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神在掌管。而我们罗马书1章20节也提到，自从造天地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以知的，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这是一个普遍启示，不论你是不是犹太人或非犹太人，不论你是不是黄皮肤的，或是黑皮肤的，不论你是不是男生或女生，不论你在地球上的哪个地方，只要诸天穹苍日夜造天地万物，都可以看见神，这就是一个普遍启示，就好像享受太阳光、太阳空气和水一样，神给世界上的人都有一样的享受他的同在，这从创世纪开始就有。那对照普遍启示的就是特殊启示，而这特殊启示呢，就是上帝用特殊的方法来显现，让人认识他。那在圣经当中有各样的记载，不论是上帝自己亲自来显现，在创世纪、出埃及记、旧约当中很多，或是神通过梦与人讲话，那但以理书也有，或是异象当中，那神透过异象来向人来显现。那这些呢都是特殊的启示，而且呢只有特定的人或是特定的一群人，并不是每一个人。还有圣经也是一种特殊的启示，因为圣经的作者他们被神所引导，而将神所要给人的话记载下来，也对特定的人说，有时候是对王说的，有时候是对人民说的，有时候是对寡妇说的，有时候是对一群团体说的。而圣经本身虽然又是神的启示，但是又有作者的影子在这当中，所以读但以理书要先认识但以理，读罗马书要先认识保罗，让我们才能够看出神跟人合作的过程，哪一部分可能是属于作者的，那哪一部分是属于神的，这样可以帮助我们去分辨出神的特殊启示。耶利米书也是一样，我们可以看到某一部分是耶利米自己的对话，自己的心中的话，某一部分呢又是神透过耶利米所说的话。而最后一个特殊启示呢，就是指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也是神的特殊启示。那神借着耶稣，也是保罗在罗马书在铺陈到这里，他讲福音，但是呢他还不先讲耶稣，他先讲人的罪，先讲到这个义人，连自己为义的人，自以为义的人也有罪，而讲到这些律法，活在律法底下的人也有罪。那因为呢最终就是没有认识这个特殊启示，即便他们已经得到神的显现，犹太人他们有这些的神的显现、神的梦、神的意象，他们有圣经，但是呢他们没有得到耶稣基督的时候呢，那他们仍然在最终沉沦，或是在最终循环，没有办法永远的脱离罪，没有办法完全的胜过罪。所以希伯来书1章1到3节说，神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地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所以耶稣基督呢，把前面的神的显现、神的话语都结合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好，那
所以刚才的16节的最后一段呢，就是讲到说，按照16节，按照我所传的福音。那在第1章的16节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那到了2章16节，这个福音就是上帝要在末日借着基督耶稣，针对人心中的隐秘实行审判。所以基督耶稣来不仅是拯救了自认是罪人的人，也拯救了那些自认是义人的人。而这些自以为义的人呢，他们必须要认识耶稣基督是谁，他们才会打开他们的心门，邀请呼求接纳欢迎耶稣基督做他们生命的救主。那所以这个启示，普遍的启示呢，显明在大自然历史中，神的掌权当中，人的良心当中。这是今天罗马书所说的，没有犹太律法的外邦人，只要他们从本性，从他们的本质，进而进入他们的内心，进入他们的良心，他们就会在这个左右拿捏的平衡当中，就会明白神的启示。这个仁爱、喜乐、和平、公义、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而特殊的启示呢，显明于圣经中、预言中、神迹中、耶稣基督当中。那也在教会当中。那就是神特殊的启示。但是这特殊的启示，并不是神要把它隐藏起来、封闭起来，而是神呢要让这样的特殊启示呢，可以带进到普遍启示当中。所以我们传福音带领人认识神，就是我们得到了耶稣基督特殊的启示，但是要结合普遍启示，让世人都能够认识这一位主宰，这一位救主，而耶稣是神的儿子，来是要救罪人。所以我们的心呢，是一个本身就是一个心思的战场，而这战场呢，就是怎么样成为属神的公义和这个属肉体的不义的对战的这个决战。所以第2章的上半段，我们论断人，我们论断就是从我们的脑里面去思想，我们做了判断。但是上帝的判断呢，其实也是在我们的心思，在我们的脑里面，我们就要来决定怎么样来显出神的公义。所以2章15节说，他们显明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的良心一同作证，他们的内心挣扎，有时自责，有时为自己辩护。那这就是这个世人的状况，这些外邦人的状况，就是我们在脑里面左右拿捏平衡，然后呢要寻求神，什么才是一个合乎真理。而和合本说，这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那这2个翻译呢，就现代中译本是把意思翻得比较明确，那和本是把这个意思翻得比较精简。那从这2种的翻译当中，我们可以知道，不是只有听律法，或是懂律法，或是你知道律法，你就跟上帝有合一的关系，还要行律法。这是摩西5经当中摩西的律法所要求的。所以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相反要爱人如己。这个要爱要去行，不是只有知道而已，知道而已只是拿来考试用的，你会回答考卷，你可以得到100分，但是不能够应用出来，不能够把它实行出来，就没有办法在上帝的面前称义。所以今天这段经文是整个指所谓的道德家，不论是犹太人、希腊人、罗马人，他们都在罪恶当中。那也不能说他们不知者无罪，保罗要强调的是，神已经任凭这些罪人，那这些罪人本来就是原来就有罪，而且又犯罪又得罪，就是故意不认识神，还去拜偶像，这样的罪人当中，或是这些自以为义的人，但是呢，最终都在罪恶底下。而罗马书3章23节就为这整件事情做了一个总结。那这一节我们会到下个礼拜会读到，世人都犯了罪，亏缺神的荣耀。所以
犯了罪呢，这个犯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刻意的，有时候是无意的，甚至就是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的头脑里面，当我们左右拿捏，没有按照神的旨意，甚至不是因着耶稣基督所拿捏，好，其实那个罪，好，原罪，好，就已经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心里。而亏缺神的荣耀，就是让上帝的荣耀没有办法彰显出来，所以我们没有去荣耀神，好，其实就是罪，好，所以在罗马书当中很清楚的就是罪就是没有射中靶心，我们的生命没有活出神的形象，没有按照上帝创造我们的原来的样式去活出来，都在罪恶当中，所以这个标准非常的高。好，如果我们不明白的时候，我们真的还不知道自己有这样的罪，但是当我们明白之后，听见之后，发现哇，我们真的是罪人，因为我们都没有办法活出神的荣耀，我们会情绪起伏不定，我们会说话不算话，我们会有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还会有今生的骄傲，还有各样的软弱和试探，所以会发现我们真的是罪人，而且是想要脱离罪又脱离不了的罪人。那再一次读到罗马书第8章，我们才能够看见这个保罗怎么样让我们在这福音真理当中完全的靠着耶稣基督来得胜，才能够进入到第12章这个心意更新的变化，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来活出一个得胜的生活。在神面前的不是听律法称义，而是行律法称义。所以称义这个字已经开始在罗马书的当中来出现，保罗的这个罗马书当中出现，律法出现，称义出现，好，那这也是接下来这一段很长的这一段呢，因信称义好的一个基本的元素，好，然后才能够因信成圣，好，最后才能够因信而使神得荣耀，好，这也是罗马书的三大的主轴和关键。律法的功用是刻在人的心里面，与人的良心一同作证，而人的内心挣扎，有时自责，有时为自己辩护。所以我们需要这个古人说一日三省吾身，我们需要常常的记录或是思想我们在心里面的状态，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决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其实这也是希腊哲学家所用的方法，就是一种辩证的过程，就是一种内心不断的去检验的过程。而这样子辩证的过程，其实就显明律法的功用，就是神的是非道德良知都在人的内心当中可以去寻得。但是呢，这不是得救的管道，只能够让人减少罪，或是让人不被这个罪的世界减少罪的试探，但是所谓的原罪还是在人的身上，即便他已经尽量的不去犯罪，不去拜偶像，不去做得罪神的事情，但是呢，他没有认识神，没有活出神的形象，这个罪呢，一开始就已经牢牢在人的生命当中。我想今天这一段解释起来的时候呢，是比较辛苦，因为我们需要去针对律法、针对称义做一些认识背景和了解，而我们也可以试着去把这样的解释呢，能够解释给自己听，或是解释给别人听的时候，我们才更能够把罗马书它所要表达的，能够让人来明白和知道。所以意思虽然很简单，但是延伸的时候呢，不论在罗马的时代或是今天的时代，我们都发现我们所活在的律法底下，而这个律法呢，好像是我们所遵从的，就好像立法院在决定整个台湾的生杀大权，决定整个台湾中华民国的命脉。但是这样的律法呢，其实最终也是不足，也是人所定的，就只有神的律法、神的话，特别就是这个所谓的话，从这个上帝的 logos 变成道成肉身耶稣基督，才能够完全律法。所以耶稣来是要成全律法，不是要废掉律法，让上帝的话呢，真实的话成为一种生命，而可以进入在人的生命当中。好，我们今天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让我们知道我们有普遍的启示，还有特殊的启示，让世人都能够知道
这个世界是天父的世界，是上帝所创造、所掌管的世界。但是因为世人都有罪，而这样的罪，亏缺神的荣耀，以至于不认识神，也不荣耀神，甚至还去拜虚假的神来得罪神。求神的饶恕怜悯，让我们可以早日的认识你，也让我们可以早日的带领人来认识这位创造天地的主，同时也让我们借着读圣经，让我们借着认识耶稣基督能够真正被神称为义，能够真正与神有正确、和谐、美好的关系让我们能够在上帝的面前是坦然无惧，因信称义愿上帝你的话语再次坚定我们的信心，也再一次提醒我们要常常的来省察自己要常常的用上帝的话来检视自己在神的面前能够谦卑悔改并且能够时时的来依靠神，依靠圣灵来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谢谢大家，大家平安，谢谢。谢谢牧师，谢谢平安，平安，谢谢牧谢谢牧师。平安，谢谢大家。主